打开，我是叶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我们要过江去演出南通国际会议中心一场盛大的婚宴，出发。弟弟妹呱呱鸡啊，要得下等阿五，爸爸妈妈是去一车子。好的。妈妈，妈妈，爱漂亮，爱漂，哎呀，爱漂妈妈啊！我本来还想看看江面浪的风景，分享上现在天暗得快，只有5点多钟了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祝福你们百年好合。我也厂子10几年婚宴子，今朝接待是大场面，桌面圆面是摆最水的场花，当中是舞台，布置居足。新娘娘大气漂亮，新官人英俊潇洒。今朝是节目不停的，礼读结束，你上去。这是定期这个产品，我就记得你。来山中边，捉伴。走在梅呀地，梅呀红。这是